睇 LCCF TV。世界各地嘅城市都面臨同樣嘅挑戰，道路空間供不應求，居民希望有更清新嘅空氣同埋更少嘅噪音污染。運輸部門需要可靠又合乎成本效益嘅公共交通方案，咁樣就可以舒緩交通擠塞同埋改善空氣質素。簡單嚟講，一場全球性嘅公共交通變革正喺度進行。我哋 ADL 好高興能夠引領呢場變革，每日接載數以百萬計嘅乘客。作為一間喺創新方面歷史悠久並且不斷追求卓越嘅公司，我哋同全球合作夥伴攜手，為佢哋可能遇到嘅任何問題提供任何解決方案。我哋會繼續創新、設計同製造巴士及旅遊巴，將技術進步、優良品質同埋吸引咗總擁有成本結合起嚟。我哋對投資同創新嘅長遠承諾，係我哋未來嘅命脈。等我哋睇下，我哋點樣透過新產品投資，繼續採納新技術。電動車對我嘅業務喺未來至關重要。我哋目前佔據超過80%嘅單層電動巴士市場，投入服務嘅零排放行嘅里數已經超過150萬英里。獨立測試顯示 Enviro 200 EV 擁有同級最佳嘅續航力，展現出卓越嘅能源效益，而且有實際數據支持。Enviro 200 EV 嘅試驗亦都喺紐西蘭展開，喺嗰度傳統柴油版 Enviro 200已經證實深受營運商同乘客歡迎。Enviro 400 EV 雙層巴士目前正喺度研發，將會喺2019年推出。全球 E500 EV 平台嘅開發已經開始，計劃為美國、新加坡同紐西蘭推出唔同版本。我哋正同 Foothills 合作，計劃喺2019年喺美國展開首次試驗。我哋提供嘅產品唔止電動車，我哋嘅智能運能方案同標準歐盟6型柴油車相比，可以減少高達25%嘅油耗，而且空氣質素表現領先同級，氮氧化物排放接近0。要具體說明嘅話，我哋採用類似技術嘅最接近競爭對手，佢哋嘅氮氧化物排放量多出超過20倍。呢啲都有助改善我哋城市嘅空氣質素。我哋新嘅運能系統採用超級電容儲能技術，呢個設計喺使用壽命同車輛一樣，為營運商免除更換昂貴電池嘅需要。呢個係市場領先嘅表現。Enviro 400 CBG 係全球首款歐盟6型天然氣雙層巴士。我哋喺2015年率先將停車熄匙系統引入巴士市場，為提升燃油效益同減少排放提供咗另一個解決方案。要喺我哋行業保持領先地位，我哋需要確定點樣先可以帶嚟正面嘅客戶體驗。一次滿意嘅旅程同一次出色嘅旅程有咩分別？乘客希望有更強嘅連接性，例如喺車上安裝 USB 插座、無線充電、手機支架，方便乘客傾偈嘅社交座位，同埋一個更潔淨、更開揚嘅環境。我哋同 Metrolinx 緊密合作。Metrolinx 係大多倫多地區嘅交通管理局。我哋設計同開發咗一款全新嘅雙層巴士，專門應對嗰個地區嘅矮橋挑戰。我哋將一批全新嘅超矮新車輛引入加拿大，同上一代相比，燃油效益提升咗7%。香港係一個完美嘅試驗場啦，俾我哋嘅巴士測試。因為載客量需求高，行車週期非常嚴苛，咁繁忙時間呢，
我哋嘅巴士載客量咧，好容易就會超過150人。再加上道路擠塞、城市嘅地形，當然仲有熱帶氣候。自從我哋推出最新一代嘅 Enviro 500以嚟，我哋已經賣出超過3000部。呢個成就係透過同我哋主要客戶嘅緊密合作實現咗。我哋同佢哋合作，佢多方面改良同提升產品。我哋嘅好多產品上都採取咗呢種方法，唔單止係 Enviro 500。例如呢，我哋開發咗一款矮身版嘅 Enviro 400，可以服務山頂路線。我哋亦都為香港嘅其他特殊營運推出嘅短軸距版嘅 Enviro 200。我哋嘅客戶需要我哋佢哋亦都期望我哋能夠靈活創新，以滿足佢哋不斷變化嘅需求。ADL 正喺度開發新技術，帶領我哋邁向一個更安全、更自主嘅未來。自主緊急剎車系統可以識別行人、單車同埋其他車輛。我哋開發咗 Auto Coast 嘅提升能源效益，佢可以防止司機喺向巴士站時猛力加速，然後突然剎車。同世界各地每個市場一樣，安全至關重要。為咗解決營運商嘅憂慮，我哋開發咗一個以 GPS 為基礎嘅車速限制器，防止巴士超過法定速度限制。我哋唔係為咗好玩而設定進取嘅時間表，我哋嘅競爭對手亦都唔會停足不前。我哋會繼續同客戶合作，去設計、製造、交付同支援具有行業領先可靠性嘅車輛。我哋嘅客戶需要可靠、耐用、燃油同埋支援良好嘅車輛，先可以滿足到佢哋嘅營運需求。而 ADL 不斷努力，繼續提升標準，喺所有呢啲方面都做到最好。多謝晒大家收睇 LCCF TV，大家記住 subscribe 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，拜拜。